我個名咧就叫做 Stanley， 咁我同奇輝咧做義工都做咗超過15年㗎啦。咁起手嘅時候咧就啱好我自己係 CPA 啦，啱好就話知道奇輝有同呢個長者報稅嘅呢個 program， 所以嗰陣時就參加咗奇輝，就幫咗啲長者。咁跟住同奇輝起手報稅咧，咁都有參加其他方面嘅嗰啲服務嘅，就好似舊年啦，我都有同嗰個好似話medical research 啊，好似話 diabetes 嗰啲嘢我都有參加，仲有好似話喺嗰個 pandemic 嘅時候，亦同佢哋做咗好似話 Zoom 啊嗰啲 exercise 啊嗰啲都有幫手嘅。本身嚟講，我自己覺得順便做義工咧，亦可以識到唔少嘅志同道合嘅呢啲朋友啦。對我嚟講，都奇輝會又係屬於對我嚟講做咗義工做咗超過15年啦。對我嚟講，我自己都覺得係奇輝會嘅呢個大家庭嘅裏面一份子。